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搁组织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伊。虽望风台打过吼，但是主有缘保守看顾。这是咱来锻炼咱今早起要吟的2首圣诗。首先咱来锻炼601首。圣诗601首吼，因为这首咱较无熟所以咱对这首开始来练。咱首先请谢老师为咱弹一遍。全能上帝，听我呼叫，谦卑迫切求讨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咱来三个来练习第一节。全能上帝，听我呼叫，谦卑迫切求讨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。咱第一节搁一遍。全能上帝，听我呼叫，谦卑迫切求讨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。咱来练习第2节。悲伤忧愁，心无平安，大卫充满灾难，邪恶包围破坏侵犯，求你一定完全。邪恶包围破坏侵犯，求你一定。咱来吟第3节。求你接纳是阮的名，令主充满我心。找你靠你才有平安，永恒生命无限。找你靠你才有平安，永恒生命无限。找你靠你才有平安特别伫今年初，咱拄着济恶担当的事，但是求主的灵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虽望拄着恶担当的事，但是会当找主靠主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。而且咱可能伫第3铺表遮要接邪恶，也是讲地上遮吼，咱有小可延迟一丝啦吼，所以咱即个所在咱则小注意一下。所以咱来锻炼第2首圣诗242首。圣诗242首，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咱来吟第1节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，希望我主，我的帮赞是对答落予我，答落受损。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，是创造天地大。咱第1节搁一遍。我
酒，要举冠来黄山，希望我主，我的帮赞是对答落予我，答落受损。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咱，伊是创造天地对，咱来吟第二赞。我主无要，互你的脚摇带，使你平安。主保守你，无遁面地观看，照顾帮赞。主在查保守，看顾以色列，伊无遁面，故你无想。咱来吟第四节，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。主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，使你活命。主保守你，互你生命无碍，心心安定。主要保守你，出入地平安。主赐予你，对这世到永远。咱这是安静咱的心，三界的祈祷。至上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保守阮，互阮免受一切的灾害。虽望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，互阮哪来伫整个世界的疫情当中，互阮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，也互阮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哪来哪远。但是阮犹原牵着伫主你的旨意，因为阮知你是阮一生的倚靠。求主你保守阮，带领阮正向的旨意。阮出入拢得着主你的赏赐，互阮一切拢平安。阮知你也赐予阮对即时到伫永远。求主你也保守阮，互阮的性命，因为安尼得着保全。阮感谢主你，求主你也引带带领阮从今早起的敬拜、仰望摆在主你面前。求主你引带带领，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三个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人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做咱入去，就救阮安尼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之时，伫本场彼拉多临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永过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互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掀开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，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130篇。启应文第10篇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我也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的性命的保障。我也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滑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赢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永远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。只有对伊求一项。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伫圣地有丰沛的荣光，对流伊的支持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互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保护我避伫伊厝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互我的头也悬，超过保护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我要唱歌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求的声求你听。求你引领我，引导我。你对我讲，要来调整我。上主啊，我来调见你。求你唔通插我。求你唔通受气赶你的奴仆。你一定是我的帮助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唔通抓我、放杀我。我的父母若去杀我，上主也一定会收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因为对敌的等待，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。唔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因免危险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。也我第日，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。要信靠上主，要勇敢壮胆。这声，要信靠上主。请三到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地的爸，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自入同心敬拜你。求你清起阮的心，互阮伫即时会当看到你的面。伫台湾即时已经进入高龄社会的时，求主互政府有好的政策来照顾长者，嘛看顾阮的少年人，互伊会当伫社会中会当生家立业安居。我嘛为教会中最近新建立的家庭来祈祷，求主看顾这少年的夫妇，互主成做因家庭的主，大大祝福伫因的信仰、家庭、事业、儿女，甲逐项的产业顶悬。阮一代搁过一代，我嘛欢喜为着
教会中最近要来到这个世间的细囝来祈祷，求主看顾这新爸母，会当看顾因伫过程当中平安，看顾因生产甲养育细囝的辛苦，愿新的生命带来快乐，会当充满因的家庭甲家族。主伫全世界拢拄着武汉肺炎威胁的时，阮感谢你保守台湾这个岛屿，亲像你固守那爱的大船，互阮伫世界疫情中间，大风、大雨、大影，阮犹原平安。伫全世界各地，虽然停课停班、封城的时，阮犹原会当伫南门这个圣殿自职敬拜你。主，阮领受这个恩典，嘛求主对台湾显明你的心意，互这个土地百姓会当更加认捌你、军队你。求主帮助阮会当建立一个行公义、交怜悯的社会。求主看顾世界各地，阮的兄弟姊妹，帮助因的生活、事业、工作、课业、出入拢得到平安。主，这是阮伫世间，阮拄着大国甲大国中间的相争，阮亲像伫大海风涌顶悬的船，阮日日伫新闻甲网络的消息中，有时阮会感觉惊吓。总是感谢主，你是一句话，就会当平静风涌的主。你是伫水面行，会当将平安带互阮的主。你是伫历史中掌权的主。求主带领地面上遐有宽平的领袖，有智慧甲能力来为这个世间求和平，互21世纪的地球也犹原行伫主你所爱的道路顶悬。虽然阮的生活中惊吓，每一日真侪代志，阮伫患难中，阮无法度明白。总是主你引带阮显明伫拢总的事顶悬，因为主的疼，互阮得胜甲有春。阮知，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是有权能的，是悬是深，也是别项受造的面，拢袂当隔断阮甲上帝的疼，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疼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，阿门。请圣歌队来学乐，圣歌队要吟的诗是确实的救恩。
因多谢圣歌队真好的服侍。咱煞就来看圣经，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，伫咱新约的大汉本是18面。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。22节，伊随时逼学生上船，大声过去迄边。幸好伊四散众人，四散众人了后，就家己上山祈祷。已经暗，只有伊家己伫遐。迄时船伫海中，互影摇带，因为是对头风，眠时四更，耶稣对海面行，就群因。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生惊讲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嗷叫。耶稣连边甲因讲话，讲：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因伊讲：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。伊讲来，彼得就对船里落去，行水面要就近耶稣。总是看见风就惊，得要沉落去，就嗷叫讲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：小信的人，写书交期，引上船，风就停。船里的人拜伊讲：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以上圣经，讲到咱请张传信牧师吼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因毋免惊。我即个请同心做伙来祈祷。阮的创造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知阮是软正软弱、时常会惊吓的存在。当阮出世来到这个世间，阮头母握着拳头。用铁口、用惊吓的姿势来到这个世间，开始阮人生的第一时刻。后来，阮真惊爸母无伫身边，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阮惊读册输人、成就输人，阮惊受人排斥。到伫阮建立关系，到伫阮交朋友的时，阮惊阮的关系。会拍歹，阮惊阮的家庭是毋是会幸福？阮惊阮的经济有够额维持阮的生活，也无。到阮渐渐年老，为着囝儿，惊囝儿的婚姻事业，惊阮家己的身体是毋是会扛得？惊到年老的时，阮是毋是会失去真侪能力？阮惊当最后迄个时刻，是毋是会痛苦？甚至阮惊，当阮离开世界的时，上帝你是毋是会接纳阮的灵魂？惊是阮一世人的主题。主你知影阮的软弱，所以伫圣经内底，你一再保证，毋免惊。主，阮需要你即种的保证，阮需要你。一摆搁一摆来提醒我，因为是主，所以阮毋免惊。主啊，通过今仔日阮伫即个所在，最后所伫世间的时所行的信业，所教示阮的功课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因为是主，所以阮确实毋免惊。加添阮的信心，加添阮仰望你来得到快乐。赢过周围一切环境的变化，愿你的神帮助阮搁较明白，你是永远甲阮同在、赏赐阮平安的上帝。愿将今敬拜仰望伫你的同在甲祝福，愿你悦纳阮心灵甲诚实所献的祭，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我想7月对台湾人来讲是真特殊的一个月，可能其他世界逐个社会真少像台湾人，规个社会一个月久拢咧惊吓。7月3、4天前讲开鬼门吼，
7月会行行，随上对台湾社会造成真大的影响。咱来看报纸，真侪人毋敢买厝，毋敢买车。阿嬷甲孙仔讲，7月毋通去海边，啊8月去海边感觉较安全。啊，咱看报纸，一定伫7月你会通注意甲看，拢甲发生意外代志，车祸啦，啊去受水去淹着啦，拢甲伊归咎于。啊，因为这是7月，你本来就应该惊吓，啊有社会势力伫即个社会咧创业，所以规个社会拢伫即个惊吓的中间。我想基督徒可能较无受即个影响，咱较无咧，逐工拢嘛是上帝赏赐的日子，逐工拢嘛是好日，咱要享受啊，逐工要欢喜快乐。总是事实上，咱嘛有真侪惊吓伫咧。特别是2020年，啊，今日爱拜托咱大家啊，尽量搁换啦戴口罩吼，因为听讲啊要开始开放啦吼，虽然真无方便吼，啊，伊伫庄岛场所啊，为着保护咱家己，保护其他的人，咱话较细意较好。啊，即个疫情咱看不到尽头，咱毋知什么时阵咱才会通遐尼自由，遐尼好势，即个互咱真惊吓。啊，我毋知影咱，因为咱台湾一直控制了真好，啊，所以咱可能较袂感觉。我为3月开始到我转来到台湾，啊，你毋知通想象迄个伫疫情真流行的所在，迄种的惊吓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去摕批拢爱挂手套。啊，因为报纸讲，迄病毒伫批管顶会通活4、5天，所以你批摕落来放在遐晒日头，晒4、5天，你才敢开啦。啊嘛毋敢门把，你不管所在人若有门，你要甲门把，头前毋知偌侪人罔过，嘛毋敢去开门，毋敢创啥物话，足侪代志变做有一点仔歇斯底里吼，逐项都惊，啊，毋敢甲人接触。我想。阮迄个今年会通讲到即阵为止，惊吓的阴影一直拢搭伫头壳顶。迄阵一寡朋友转来台湾选举，啊，计程车司机伫遐拢讲，即届选举吼真危险吼，哇！逐个伫遐讲爱祈祷吼，爱迄个为选举的结果惊吓到伫1月中旬以后，即个疫情的惊吓。一直延续来，搁落去就是美国甲中国的即个关系拍歹了后，咱今仔日咧看，到昨的报纸嘛会咧讲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，甚至比任何一个时阵搁较悬。台湾敢会加入伫迄个战争的中间？咱的少年人敢来去上战场？所以我想，你若经过10年、20年，上帝来用阮咱遐活地。你对2020年的记忆就是惊吓，惊吓是咱共同的记忆啊。迄个庚子年那一年，2020年啊，迄年我拢活伫迄个惊吓的中间。特别啊，我想咱还阁足侪通好看落的代志吼。即个川普上任了后，事实上伊经济做了真好势啊，所以美国从来伫大萧条以后，迄失业率毋捌个位数的。啊，伊甲武甲有法度通伫，逐个人拢有通就业，啊，社会经济非常的好。啥物人想会到讲安尼2个月、3个月拢，即马是失业率比大萧条以前搁较歹，经济歹，治安就歹，侪抢劫，侪遮个代志，啊，规个社会真动乱不安，啊，特别一个伫即个乌人的命嘛是命的即个中间，当迄阵当咧闹的时，啊，都新闻还是报纸，恁捌经过宵禁无？我想我伫台湾的时阵，迄阵白色恐怖的时阵嘛毋捌宵禁。阮捌经过宵禁，讲暗时10点以后，到下早5点，你莫出去有可能警察会围单，啊，袂当出外去，因为迄段时间真危险。啊，不爱互遮个伫外口咧游荡的遮个暴民啊来造成社会不安。
今年搁2个月70天就要选举。我想即马两边的总统提名的人拢已经真清楚。即个可能是世界上重要一个职务，什么人当选一定影响规个世界局势。即个媒体，自由的媒体、左派媒体，也是右派，一定伫遮有真侪议题。咱遮咧看新闻，拢一定会伫迄个所在互相攻击，有足侪问题，本来小可伊要甲扩大，即个是将来咱过来即2、3个月看会到。咱即个世界真正伫最近变化太大，如果你若咧注意的时阵，习近平家伊的任期本来是会通到10年，即摆甲延到无限期的时阵，咱愈来愈看去，实际上规个世界拢看去，中国毋是和平崛起，中国伊崛起了，伊想要做霸权，伊想要“一带一路”2025中国制造，用各种的方法，伊的软实力、硬实力，甲伊的遐尔多人口，要伫世界称霸，要将伊的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推销到全世界去，这大家拢已经开始有即种的见觉出来。所以咱若看见，其实你甲想，我会记2000年迄阵世界上流行即本册《地球是平》，迄个经济学家，迄阵世界充满了乐观嘛。进入21世纪，咱已经无边界所以咱甲迄个劳动密集的这工业，去印度、去中国所以。伫第一世界的消费者真俗，就听去买着遐物件。真好咱毋免加开钱来迄落。总是咱看到川普，至少到川普上任了后，开始行单边主义。人讲伊是孤立主义，毋过即摆看起来敢若嘛无毋对，因为真正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你即个国家的战略物资拢伫别人的手中。所以即摆开始，各国讲咱袂使，咱袂使世界工厂拢送去伫中国、伫其他国家，咱需要家己本身，所以佫倒转来保护主义、孤立主义。所以咱看见最近的即个世界局势变化，特别疫情了后，咱看见一寡供应链，不管是电脑还是一般的这机具遐物件，拢佫倒转来，逐个人拢佫开始保护咱家己。国家的产业莫受到其他即个控制。咱一直拢相信，我想咱无读政治学的人嘛知影讲，即届疫情了后，国际特殊的重整会开始无共款。咱台湾上敏感，也是伫即个战略位置看上，所以落去其实无偌久，咱看上边来用咱佫话啦吼，即个疫情了后的世界无啥共。美国总统选举了后，即马美国中国即个冲突，香港佫落去变安那，中国对台湾，伊是毋是有可能狗急跳墙来攻击台湾，来转移所承受国内的压力，充满了未知数充满了未知数。徛伫国外看。真侪人认为讲，台湾真有可能5年来会有战争当然这是个人家己的判断，这无人知影。即2天上听就是讲真有可能万一政权交替伫美国1月20总统要上任，若是拜登要来迄落3天中国用3天就甲台湾摕落，一寡美国这是安尼，这咱听起来嘛是拢会惊吓啦因为。无人知影明仔载发生啥物代志。我想咱惊毋是干若外在环境、世界局势。事实上，咱一出世，咱家己嘛烦恼咱家己真侪代志。亲像祈祷内底所讲伫咱成长到即阵，你迄阵拢感觉讲少年的时阵烦恼迄，我若大汉，后摆我若趁钱各方面我就较无烦恼。实际上，伫咱人生的经验无迄个无烦恼的时阵，一生咱拢伫烦恼、惊吓的中间。即个疫情会造成经济困难无？咱较侪月了即个也着癌，迄个也着癌，我敢会着癌？后来我是毋是会渐渐失去生活的能力？
啊，当到迄个时阵，政府的长照有法度人照顾我，厝内的经济我都人支持我，甚至咱惊讲啊，我想真侪基督徒拢咧求上帝讲，如果你若要调我转去吼，一个就调我毋通，互我伫遐痛苦，伫遐迄个阶段，这拢是咱心内咧想的。咱到做啊做啊嘛咧想讲，阮干仔孙毋知带有某无，啊囝毋知体贴的。年纪愈大，烦恼惊吓的代志无较少，所以中国话一句话讲，咱实在是无真少人活到100岁啦，总是咱咧烦恼的时候，排起来是到几千年。受到这确实咱定定会惊吓。咱就今仔日马太14章，上帝互咱的保证。啊，14章22到33节，我读这段的故事，你毋通干那读。20到33节，因为一寡时空的背景，你爱小了解，你才知影即个代志啊背后的意义。所以我为14章的第1节到第2节啊，先来讲发生这样代志的背景。14章1节2节讲，当迄时，分封的领军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甲伊的人士、甲伊的妻言讲。即个就是行洗礼约翰，伊对世人中国话，所以有这个关联对伊显出。即个有一个，咱知影，当耶稣的时代，巴勒斯廷是罗马的殖民地，罗马人伊无直接来管即个所在，敢若派一个总督是罗马人，啊，就比拉多。啊，另外伊互当地的人，有犹太人血统的希律。互伊做傀儡政权来管遮犹太人，啊，遮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真讨厌希律，因为伊是替罗马效力的。啊，希律总是有关系。咱知影，即个希律，伊带着伊的兄弟的某来做某，行洗礼约翰甲伊批评，即个是上帝无欢喜的，你无应该安尼做。所以伊真册即个行洗礼约翰。有一届伫伊生日的时，咱也知影即个故事。希律的查某囝起来跳舞，互伊的老爸庆祝生日。希律真欢喜，甲伊的查某囝讲：好，我足欢喜，你你要治啥物？你讲我就互你。你要治我的国一半，我嘛互你。伊的国就是阮的所在。即个查某囝的老母，就甲伊的查某囝讲：我上讨厌迄个行洗礼约翰。因为我甲恁老爸的婚姻，伊伫遐批评啊，伫遐来攻击，所以你甲恁老爸讲，摕行洗礼约翰的头来互我，伊要治行洗礼约翰的头。为着安尼，希律派人去加甲将行洗礼约翰的头斩起来，放伫盘仔内底来送，来送互伊的查某囝做伊的生日的。即个代志，随时上希律心内良心不安，伊知影。行洗礼约翰是社会的声音，是社会的良心，伊讲无毋对，所以心内有毛毛的。忽然间听见耶稣当时已经有一寡名声，伊咧讲道，伊咧行的信念，互伊心内想讲，这是毋是可能迄个行洗礼约翰，上帝互伊搁活倒转来要来甲我算账，所以伊有即种对耶稣的即个误解。伊认为是行洗礼约翰的过啊，一个有关系的人对耶稣有即种看法，对耶稣的性命是一个威胁，是一个威胁。伊既然交代行洗礼约翰，伊是敢会讲啊？就顺续耶稣既然有即个名声嘛，顺续甲伊走咧。所以耶稣为着安尼，伊的时也未到，伊就退去即个旷野。退去较庄脚的所在，总是咱若活伫迄个社会，我想，行洗礼约翰本来就民间就真有声望，啊，即马统治者都讲，即个可能是行洗礼约翰的国活，引起百姓对耶稣搁较深的即个好奇，所以遮个百姓扶老携幼，对四面八方蜂拥要来找耶稣，讲我要来看即个耶稣到底是毋是行洗礼约翰的国王，就对逐所在来，耶稣听见百姓要来找伊，伊就退去旷野。
伊家己伫迄个所在安静。总是遮个群众就是一直望有一个领导者来带领阮，所以听见耶稣推去到什物所在无会放伊煞，众人嘛去到旷野嘛缀去，就对逐个城市用行路来要找耶稣。耶稣走无路啦吼，遮侪人伫迄个所在，伊出去看见规大阵人，就怜悯伊好因中间有病的。这毋是伫耶稣的计划中间，伊想要离开迄个社会对伊错误的期待，总是遮个人一直来找伊。当然，伊看见遮尔侪人来找伊的时阵，有伊迄个需要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伊。所以过落去，有时你敢捌想过讲，为什么哪有遐侪人无清的查甫人啦、查囡仔甲妇人人算了，毋是要将近上万人，哪有遐侪人自己咧听耶稣讲道？背景就是伫即个所在，伫遐耶稣伫迄个所在帮助因，伫遐可能也有对因伫遐有一寡讲道的即个真理的教示。14章15、16、16讲，日暗时已经伫暗啊。耶稣的学生来就问伊讲：先生，你搁落去吼，遮个人暗顿无位通食，你爱赶紧解散群众，互因去逐个乡舍家己找食吼。耶稣甲伊讲，遮群众来，咱来满足因的需要，你们给他吃，恁就好食。但是因为这也是对教会的一个条件。咱伫社会看见真侪人心灵真夭弱，因来到教会，毋茫找朋友也好，毋茫要找性命意义也好，要拄较明白耶稣基督也好，咱是毋是有法度通来供给因各种无共款的需要？所以过落去就是5块饼2尾鱼，教会敢若用5块饼2尾鱼来，互遮个人拢得到迄顿，至少迄顿，逐个拢食饱。当然，耶稣是随上，遮个百姓对伊已经有错误的期待啊！伊搁做即个神力，遮个人就认定讲，即个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先知嘛，即个就是咱军事政治的即个比赛啊嘛，就旧约咧讲迄个嘛，伊要带咱离开脱离罗马，互咱会通独立建国啊！即个是上帝差来国父啊，所以遮个代志互耶稣有警觉着，袂当互百姓继续有即种对伊错误的期待，因为伊是一个受苦的比赛啊，是一个要担当人的迄落。为着安，咱就知影讲，后来遮个人失望到一个程度，就是甲伊讲即个人就互死，等于12架，因为伊无爱做阮军事政治的领袖。这是后来咱就知影讲，民意如流水啦。我真期待，总是你若无符合我期待，我就订立伫12架顶。所以，咱看见就是百姓认为讲，迄个就是要来世间的先知。就旧约遮个先知定咧讲迄个比赛啊，无人比耶稣更较适合来领导群众，来反抗罗马，来独立建国。所以一直后来，为什么咱看见受苦的比赛啊，很不讨好，甚至到今仔日以色列人也无人接受耶稣的身份，即个真主要的原因。所以咱看见约翰6章14节就写甲真趣味。遮个人食饱了后，开始起哄，咱来掠伊做咱的王。你看6章14节，遐个人看见耶稣行5块饼2尾鱼的神力了后，就讲：即个真正是所要来的先知。耶稣知众人要来爱掠伊，互伊做王，所以就退去入山，伊家己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伊要伫迄个现场的气氛里离开。我想咱，互人拥戴是一个足好的滋味啦吼。咱台湾才看过高雄迄个群众吹捧到一个程度，伊会忘了家己是甚物人，伊会袂记得伊甲选民的承诺。所以当选2个月、3个月，伊就讲我要来做王啦。
因为群众有拥戴，伊就失去伊的使命感。耶稣伊若是完全的人，嘛是完全的神，伊若是完全的人，要抵抗这个诱惑无简单。逐个人伫迄个所在，甲你画，要掠我做王，即种的滋味真好，敢毋是？逐个人拢真拥戴我，我会通更上一层楼。我想咱看台湾这个政治人物，逐个人嘛是拢安尼。伊家己知影讲，我爱拒绝这个诱惑。伊嘛知影讲，我的学生袂当受百姓对因即种错误的了解受到影响。所以咱若看14章22节，咱今日为遮开始读起。伊随时逼学生就准，学生无爱离开咧。学生真享受讲群众对我的老师遮尔拥戴。我缀着人安尼，我缀着对安尼。后摆即个耶稣若做王，我无至少阮这12个学生嘛有一官半职。伊逼学生讲：恁离开，恁即马无应该恁伫即个所在。我来解散群众，我会去甲恁会合。伊解散群众了，伊毋是马上去找这学生，伊家己上山祈祷来沉淀家己。伫咱伫社会生活，我想咱可能真侪时间爱学耶稣来伫祈祷内底，过一届来认清咱家己生命的方向，来认清上帝互咱伫世间的使命，来知影我着安怎做，毋是受隔壁真侪环境的影响来失落迄个判断。伫祈祷内底来定心，得开来领受即个使命，这是耶稣所做。总是咱来看见即个遮学生。耶稣为什么要逼因离开？因为因会随着群众对耶稣错误的期待来刻入因的心内，所以耶稣逼因上船离开，伊来留遐，甲遐群众来甲伊解散。这学生内底真侪是讨厌人，是专业的渔夫，因伫即个离开迄个所在，要去逼赛代。你若看马可第6章咧讲即个代志是，这学生着耶稣逼伊离开，是去另外一个乡下叫逼赛代。伫迄个海中所发生的事，伫迄个所发生的事，互咱即种信心的功课。我以前读即个圣经的时候，读错误去，无啥注意着，认为讲是风影大，学生惊，毋是呢。学生是惊耶稣呢。迄时阵伫海中福音又出，虽然是真歹驶，较食力，因为是逆风咧驶，对头风，总是因无惊遐嘛吼。抑佫有一届是也是因为风影迄新闻，我即届因惊是惊讲伫海面上行来活因的耶稣。伫风影伫暗时伫迄个中间有一个人的影行伫海面上，因讲即个是怪物，是鬼魂，因为惊就后着。即个是真趣味的惊吼。我想咱的经验的过程的中间，检查你会祈祷求上帝帮助我面对即个风影。总是咱祈祷还祈祷啦，拢大部拢讲我靠我家己的气力，咱拢爱靠咱家己的气力无毋对。所以靠家己的气力，这学生咧面对这风影的中间，伊并无期待讲，耶稣即个时阵会就近我啦。耶稣用即个方式来帮助我，来就近我。咱常常嘛是安尼，甲这学生共款。真正耶稣出来要帮助你的时阵，你才认为讲，即个是一个鬼怪，是无，我无可能会拄到即个代志。马可讲即个是因要去逼赛代，耶稣叫因逼因先过，然后我会过去甲恁会合。伊无讲我什物时阵过去，我要用什物方式，是我直接行陆路去逼赛代甲恁会合，伊拢无讲。所以拢也无想到讲，耶稣竟然用行海面的方式去甲因相见面，所以真自然。我想伫暗时的中间有人伫海面行活，咱当然是认为即个是一个怪物。
兄弟姊妹，如果咱伫主要所伫你想袂到的时间，用你想袂到的方式来就近你，是毋是咱会甲伊当作是怪物？伊就近的方式，互伊惊着，伊甲因讲是我，毋免惊，安恁的心，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今仔我要用这做咱的金句，咱会通安心，毋免惊，主要是中迄个，是主，是主耶稣，因为是主耶稣，我会通安我的心，我毋免惊。你毋免惊，甲迄个平安吼。我想上帝创造咱，创造主真知影，即个人不管伊的气力，拢袂赢过动物，还是一个真软弱，一出世都要互父母照顾到几个月，你才有法通。一个真软弱的受造物，伊知影咱一直咧惊，所以毋免惊，甲平安伫圣经内底出现足侪解，一再伫遐来鼓励，毋免惊。玛利亚知影讲伊怀孕的时阵惊，耶稣甲讲毋免惊；约瑟知影的时阵讲毋免惊。遐顾样的人伫遐顾的时阵，迄天使甲讲毋免惊。所有一直咧甲咱保证讲，恁毋免惊。咱所读的上耶稣讲我用平安的，是啦，恁伫世间有真侪风险，有真侪苦难，总是恁免悲目，恁无得惊遐，是我毋免惊。后来即个插曲就是彼得行伫水面，彼得的迄个冲动的性格，代志发生伊马上就反映出来，迄种的性格直接表现有伊。伊伫遐讲，果然是你。你嘛，互我经验，讲会通行水面即种超乎自然律的即个方法，我要经验看卖者。耶稣真干脆讲来，一句讲你来，彼得就拄准入去，伫咧活的时阵，因为看见周围风实在是遮尔大，就要沉落去，伊就伫遐喊讲主啊，你救我！耶稣甲伊讲，小信的人，你啥事要伊？即句对我有真大的冲击。彼得绝对毋是小信的人，伊是一个对耶稣有信心，才敢离开船，来跳落伫海面。伊有迄个信心的跳跃，其他学生可能比彼得的小信搁较小信。所以彼得伫迄个所在，伊就马上，伊相信耶稣有特殊的能力。伊若讲好，我应该是无问题。伊的问题是，伊的信心持续不了多久。伊的问题是讲，伊的目睭无干那一直看主耶稣，是看周围讲，这真无理性的。我即摆咧行是行伫水面的。伊无甲目睭定伫主耶稣的身上，佮迄个信心的持续性很短，一底啊尔跳落去。然后无偌久发现讲，我呢真无理性，伊就沉落去，看见风就惊。然后外在环境，我想即个也是咱做基督徒，咱对彼得身上所学到，咱真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，忽然间咱会变做真理性，咱感觉上帝关联是安得伫我的理性下面。我迄想项啊，哪有可能是安尼？我会科学常识，我个人的了解，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放在神的全能之上。安尼的时阵，迄个惊吓，迄个信心完全就拢无去。你想讲上帝无可能有能力通处理我即马拄着困难？我无价值上帝行一个神力伫我的身上。咱有时着岩。咱毋敢甲上帝求，上帝你行一个神力伫我的身上，这是信心还是无信心？头前看是主耶稣甲伊的应允，总是咱的目睭的焦点是看伫咱的环境，也是咱甲咱的注意力伫咱的符合伫我理性的下面，上帝是伫我的理性下面。我想咱的小信表现伫3方面吼。主耶稣我想是责备，总是伊嘛真怜悯人的软弱。伊甲彼得讲，啥事要义？
啥需要？今仔伊嘛对咱安尼讲，恁啥需要与上帝关联？咱的小信就表现伫咱认为讲，即马是科技的时代，科学的时代，所以若无符合伫我对自然科学了解，迄个就是无理性。咱的小信表现伫有时上帝用你想袂到的时间，用想袂到的方式来帮助咱，咱反倒因为惊吓来拒绝伊的帮助。你想看几点钟前，这学生才看耶稣用五块饼2尾鱼来，互遐侪人食饱。伊缀耶稣遐尼侪年，一再看耶稣行神迹，总是即摆看到即个神迹是毋捌看过，伊就马上佫认为讲这无可能。我想咱嘛是安尼啦，伫咱人生的中间，咱一再需要上帝互咱信心的保证，来认为来互咱对伊佫较有信心，这是咱的原谅。总是对主来看，即个是咱的小信。所以即个神迹互咱几个属灵的教育。有一天，你甲我，咱逐个人爱经过约旦黑暗的死河，是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虽然即摆看讲耶稣无伫我的船顶，总是耶稣讲我一定会伫迄岸甲恁配合。约翰福音伊讲我其实为着恁避难所在，我若伫遐，恁也要伫遐。所以有一天咱经过黑暗的死河，你也免惊吓，因为耶稣讲我伫迄个所在，恁先过去，我会替恁避难所在。所以伫有需要的时阵，虽然咱靠咱家己气力，尽咱的本分。然后咧，相信你若真正家己担袂起的时阵，你来嗷叫，来求主啊救我。有需要时伊会出现，一定伸手来救咱，去互咱对上帝真侪信心。天条伫主耶稣应允，安我的心，因为是主耶稣，所以我免惊。我毋知你即摆拄着啥物款的困难，总是即句。上帝保证是互伊会惊你的，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咱就用即个圣经节做咱今仔日的金句，14章27节。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我小可甲解一下，咱用下面即句咱来读两解好。安我的心是主，毋免惊。搁一解，安我的心是主，毋免惊。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互阮宝贵的应允。你知影，阮是小信的人，阮需要一再经验上帝你的同在，阮需要上帝你的神力伫阮的生命中间。阮中间有人身体欠安，有人事业拄着困难，有人家庭拄着真侪无法度通处理的代志。主，阮亲像遮个学生伫加利利海靠气力，甲遮个抱头风、对头风伫遐咧奋战，总是阮无孤单。当阮需要的时阵，上帝主要所你用会来救援我，来帮助我。当你用想袂到的方式，阮想袂到的时间出现的时，主啊，互阮会通认得你是你，所以阮毋免惊吓。主啊，阮要听条伫你即句的应允，头前的道路，不管拄着啥物代志，互阮知安我的心，因为是主，我毋免惊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因多谢牧师讲道，帮助阮毋免惊。咱三个来吟圣诗601首，尊荣上帝，向我后求。主
侪奉献，请调防技术甲防疫技术两位来。遮济。时间来报告。教会消息，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敬拜吼，咱下礼拜后兄弟会当邮报交期吼。啊，今仔日张牧师是去中央教会讲道，主持圣餐。第二吼，后周日咱是联合礼拜，第一场的礼拜甲第二场的礼拜合并。啊，小会区长谢拜毕牧师要来正道，啊，伊的题目是你的信心伫倒落。第三小会后礼拜日早起10点要调开小会，伫联合圣餐礼拜以后要搁继续吼。啊，迄天下晡3点要甲中会派来的特会员来开会，请小会员会当准备心参加。第四，张牧师的就任礼拜定伫后礼拜日下晡3点半。这是咱教会会友、牧师甲会友各一摆伫上帝的面头前使用，是咱教会新的开始，请咱兄弟会当约时间来参加。第五，即关于咧防疫的规定吼，啊，请咱会当来配合，伫疫情的中间，咱会当戴喙压、量体温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。啊嘛，为着要做咱健康的管理吼，咱礼拜中嘛要翕相吼。咱若是无方便来礼拜，会当伫家中，咱的网络的礼拜也是继续。第二，咱平安礼的时歌是继续，啊，咱请安的时阵吼，请咱用讲述来代替握手吼。第三，咱的爱餐会伫咱疫情较趋缓的时阵才继续恢复。第六，咱教会有需要聘请一位清洁工吼，请若是有学习人选，会当来介绍互咱的办公室。啊，伫咱清洁工教任进程吼，请咱会当协助咱教会，咱做伙来维持咱环境的整洁。团契消息吼，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，主日学要开会吼，请咱老师甲同工会当准备来参加。包组团契第2场礼拜12点45分吼，爱到第2楼礼拜天来集合吼，要为着后礼拜礼拜来献诗吼练唱。啊，圣歌队今仔日下晡嘛爱加班练习吼，啊，伫5楼请圣歌队队员留步。集体交送，咱真恭喜中央长老啊何老师的公主吼，匡瑞甲若涵伫后礼拜拜六3点吼，8月2到3点，伫咱的教会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吼，愿主祝福因，啊，甲因的新的家庭吼。来到事项。咱请咱为着即个美国甲中国中间的对敌的情势吼，为着因两国的决策者来祈祷吼，会当避免
军事的冲突。伫咱台湾吼，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吼，请咱会当为着高龄者，甲咱政府会当有好的政策来祈祷。第三，咱嘛特别为着咱今年以来吼，咱教会几啊对结婚，因新的家庭的夫妇，甲咱最近可能有新的性命要来到咱的教会吼，请咱为着这个少年的夫妇来祈祷。就是咱为着咱台湾社会公义甲环境来保护，来祈祷。以上报告，平安礼，咱来吟527首，咱拢写做一个啦。为美国转来几个会友吼，以前伫美国我的教会吼，洪志甲迄个方玲林水波教授，咱知影吼，甲丽华姐，欢迎恁今仔日甲咱做礼拜。咱三甲吟最后一首诗385首，人生风波要等后天。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他，圣神的相通同在，祝福因带，甲咱正大家三一个，对这时间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